二十5日这场破球唔公办，讲到前几天啊，又还是好天，不过对今暗时开始呢，这风面就渐渐挖进台湾。拜二开始，各地头温度就会落真低，到拜四受到这大陆冷气团影响，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2度到14度低温。加上到时阵呢，这华南云河区往东线雨水变较高，全台湾这礼拜拢是10个冷的天气。公园内有不少民众拢穿短裤、踏薄外套。拜一全台天气介绍了，不过对拜一暗开始，全台拢会变天。气象署表示，拜一暗到拜三受到风面的影响，中部以北甲宜兰花莲会有明显的强阵雨。拜四拜五因为华南云河区往东平线，全台拢是淡落落的天气。到了5号白天，刚刚说到华南雨区东移的影响，因此在累积的降雨上还是会比较偏多一点，并且降雨区域还是会比较偏多。但是雷雨发生的现象可能几率就会降低了，一直都是以短暂雨的现象为主，然后一直持续到6号、7号，也就是周5之前，其实在水汽方面都是属于比较偏多的情形。气象署表示，到拜三进前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温度会大大降低。对拜四开始一路到礼拜，因为大陆冷气团落南，气温会降搁较低，北部有可能会出现12度到14度的低温，上低温可能会出现伫拜5透早。因此，从星期四开始到9号的清晨，其实整天都会是比较偏冷的天气形态。在最低温的话，预计会是在7号的清晨，在北部地区可能是只有12到14度左右的低温，所以要请大家也要特别严防这个气温变化的状况。那预计在9号之后，整个台湾地区都会是一个逐步回温的现象。气象署讲，未来一礼拜全台拢会是淡冷的天气。拜三进前对流明显，天气较无稳定，较高有中阵风、强阵雨，也有可能会单春雷。也若拜一、拜二这2天，金门、马祖阁有中部地区可能会大雾。气象署提醒民众行车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记者张家嘅林秀凯台北报道。